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负责监控咱东部海峡的海军加罗兰雷达站，互人发现到营区四周围拢有乌白弹、军事用品，甚至是酒干啊。有风声讲，伫咧暗网有人咧卖监听国内机关的资料，内政部长林右昌呼吁爱注意认知作战。刑事局嘛表示，这应该是伪造的资料。美国内华达大学的拉斯维加斯分校发生枪案，至少有3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警方嘛证实有一个60多岁的嫌犯已经死亡。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负责监控咱东部海峡的海军加罗兰雷达站，互人发现到营区四周围拢有乌白片军事用品，甚至是酒干啊一寡粪扫。外界伫咧质疑讲内部拢无咧管理，要求海军得爱重视。这是花莲丰滨乡基基海湾附近的海岸山面，山顶有负责监控东部海峡的加罗兰雷达站，营区四周围拢只粪扫，除了就敢若乌白弹、军用品嘛乌白坑，营区的生活敢会伤冷，引起关心。他们军人下来会在你们这边买东西吗？很少嘞，是有啦，有时比如说买些饮料没有乱丢啊，有时他们的垃圾一堆也是拿下来呀。虽然附近的民众小听，不过营区外口粪扫内底确实有军事伪装网、加工部发现的伪刊，包括一个水加压站的铁网都无锁，你做互人破坏，也是下毒，效果不堪设想。以海军来说，他们在花莲还设有雄风飞弹的阵地。那雄风飞弹这个阵地的战情资讯就要由这样的雷达站来提供了。所以对于东部海域的海上防卫可以说非常重要。而且现在大陆的这个舰艇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非常频繁。其实这几年来，海军的这些雷达站已经不是第一件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这些雷达站都位处在偏远的地方，因此就造成了上级督导不力。海军海洋监测指挥部是书面回应，针对媒体指控的代志已经派员清理。另外，原来检讨相关的责任，并且落实内部管理，也甲营区四周围的巡检。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咧讲，伫咧暗网有人咧卖监听国内机关的资料，而且在监听的对象包含着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等等的高层，也佫有外国的驻台湾人员。针对这件代志，内政部长林右昌表示，选举的期间得要注意认知作战，任何消息拢要谨慎去分辨真假。那刑事局嘛表示，这应该是伪造的资料。网络流传暗网伫卖，好亲像政治机关监控政治等相关人物的资料。昨天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都有，内政部长林右昌表示，这个案最高检察署已经伫侦办，即马拄好是大选期间，任何消息，所有人民应该爱谨慎辨认，确保大选会当顺利进行。最高检署已经在侦办当中。那所谓的认知作战就是这个3分真7分假，正值我国进行大选的期间，那任何的一个讯息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应该要审慎的去做这个思辨我们第一时间一查证一下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造假把名字弄上去，我们不知道他的企图是什么，甚至也有人怀疑是对岸，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检调单位应该尽速来查缉。这是不是代表咱的治安有漏碰呢？林右昌认为，认知作战唔对假的消息甲治安无一定共款。刑事局是讲，根据检体字、纪元年份来看，应该是编造的资料，资料无外泄的情形。那因为这里面这个资料啦，有一些是简体字，也有将纪元的西元纪元的一些年份，所以这份资料应该是一个变造的一个资料。我们资料并没有外泄的情形。不过，南洋立委是即期伫咧暗暝前一项查证进前，就烦恼刑事局话讲了伤满。立营是批评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刑事局会不会话说得太早啊？我倒是觉得查完以后再说，既不负责任，
也没有真正的说明原委。假讯息呢然后呢，在特定的时机就在大选前接近的时机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散播所谓的认知上的一个作战最高检察署指出，这个消息是境外势力对咱国的认知作战，已经即成台北地检署展开侦办，要来追查幕后主导者，赶紧背回事实到底是啥，呼吁国人唔通互人误导甲利用。记者综合报道。离总统大选剩一个月月，国民党的侯友宜、赵少康今仔日去请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做因全国后援会总会长，嘛请到前副总统萧万长来做国政顾问团的总顾问，展现因那赢的团结。民众党的大问题是提出农业政策，讲要解决供电破坏产地生态问题。因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松山的朱会堂参拜，决心要来守护台湾的民主，祈求国泰民安。四人牵手花高河，展现团结的气势。进前团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负责担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全国后援会总会长。因果吹切侯友宜加赵少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拜会王金平，王金平总算点头答应。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担任我们这一次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后援会的总会长，整合了所有大家能够团结的所有的力量。深化那样的团结，朱立伦也宣布由前副总统萧万长担任国政顾问团的总顾问。侯友宜也重申第一打诈区、第二扫毒、第三逐步的打诈政策，强化伊政见的论述。因那民众党大问题是提出农业政策，建立农业要保障国家的安全，智慧农业要互农业异化，品牌农业要打造联合品牌，创新农村要鼓励青年农民返乡，农田共享要解决耕田破坏农地生态的问题。建立人工智慧专属的这种 database， 它还是要以台湾为范围。像那个农业大资料库，你知道，如果它有效运作，那为什么会高丽菜忽高忽低的价格？还有这个香蕉会生产过剩？国民党批评执政党的农业政策拢是野钱领，无长期改进的计划，也向选民发挥去哪力保台湾。在上中，民众下文团进行。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到台北的上山朱会堂参香。伊讲到，伊做台南市长时阵发生台南大地震，朱会堂全力协助。即马台湾面对着中国的威胁等挑战，大选要话，伊伫咧朱会堂呼吁爱购票、催票。伫社会形成美德美德，拄好赖清德和萧美琴，嘛是台湾的美德啦。敬请大家最后30几天，我们当继续台湾支持。赖清德并且强调，民进党的无分区名单排第一的是政权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伊长期关心交通安全，无希望再看到林行道出现交通意外失去性命。参香条件的行程是继续伫咧有关选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去年咧掠一件毒品案，迄当阵一个警察队的小队长，煞将警方的行动漏泄予毒品贩仔，互伊会当提早选去中国。今年6月，检方发动搜索，查出这个小队长已经漏泄6摆机密啊！今嘛法院依照伪造文书、泄密等等的罪名，甲判刑2年3个月，袂当缓刑。警方甲涉犯未大的人逮捕，毋过姓张的主嫌早就已经走去中国，到今也未抓到。因为办案过程无顺，进一步查出是有警察泄密予毒贩。一个捌做过部防分局侦查队姓刘的小队长，涉嫌利用职务，几礼拜甲姓张的毒贩漏泄警方行动，甚至有乌西情形。台中地方法院经过审理，一审甲这个姓刘的警察判2年3个月，而且袂当缓刑。对国家公权力及法秩序伤害甚巨，合计共判处有徒刑2年3月。其中7月的易科罚金，6月的易服车劳动，其余1年2月需入监执行，均不予宣告缓刑。台中雾峰分局去年7月扩大侦办网络卖大麻毒品的案件，找来员甲收证时，发现行动受到阻碍，而且嫌犯疑似拢先知影警方的行动，推测内部有人泄密。检方收证时，佫发现这个小队长毋但甲毒贩见面，佫偷偷帮助伊出境，7年来泄密6届。今年6月，超吹雾峰分局，佫逮捕这个姓刘的警察。
警方表示，涉闹的警察也依照规定停职。刘源经台中地院一审判决，宣告多数有期徒刑，其中包含不得1科罚金，易服劳动及缓刑。本分局依法报请办理停职事宜。警方表示，这个涉闹的小队长做警察已经20多年，案发了后调任大雅分局一般警察职务，这几天拢请假，后续依照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甲停职。除了尊重司法判决，未来也会加强第一线警察纪律的要求，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加重处罚食酒驾驶，毋过也是真侪人拢无咧惊。为着要互这个发袂惊的累犯了解到家己会甲受害者和家属带来偌大伤害，高雄市昨就伫咧殡仪馆举办道安讲习，互25个酒驾的累犯来接受震撼教育。驾住赛车、骑车搁再犯的民众来到殡仪馆，徛伫受害者牌位头前宣誓。酒后不开车。所来到太平间，了解遗体冷冻甲毁坏状况。2点钟久的教育，是高雄市区监理针对驾住赛车再犯专班举行的道安演习课程。让这些他们酒驾再犯班的学员，他们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就是说原来酒驾后续真正的发生的车祸以后，他会受到多严重的一个伤害。高雄市区监理所表示，参与者拢是驾住赛车的累犯，虽然讲无严重甲爱公布名字，不过也是希望因有警觉，决定报伫灵堂，甲受害亡者的名单列伫咧牌位，互驾住赛车的累犯对书了解后事规个办理过程，希望因莫搁犯，造成其他家庭的悲剧。一个大体到了我们殡仪馆以后，他先要入殓，然后在冰柜室，然后最后到我们的火化的这个过程，我们昨天也都让那些学员实际的去参访。参与者讲，未搁再驾住赛车，高雄市区监理所表示，这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所办理的第一场课程。驾住赛车的人，敢会因为安尼来减少，就要等明年参与人数出来了后，才会当精准比较。记者高雄报道。台积电的美国厂为着要解决欠工的问题，参当地工会达成协议，要推出员工的训练计划，嘛要保障工安议题拢公开。安尼台积电就会当引进有专业经验的外国劳工。专家认为，安尼会当帮助美国厂提早开始量产。不过，东方甲西方的企业文化差别，也有加班的问题，恐惊也是真歹解决。台积电甲美国亚利桑那州工会经过几落个月协商，总算达成协议。其中一项条件就是答应台积电看情形引进有专业经验的外国劳工。台积电未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的一个建厂的一个进程上，那么将会有相当大的一个益助，或许也可以期待在2025年之前，那是否能够在这个让这个亚利桑那州厂的一个量产时间上，能够稍微再有一些提前。根据台积电甲亚利桑那州工会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推出员工训练计划，同时嘛保障工安议题公开透明。另外，双方要推出新的代表，成立新的委员会，每一季拢会开会一届，确保落实协议。而且其中一届会议也阁要评估未来的人力需求。根据了解，当地工会伫台积电凤凰城的工地差不多有3000个成员，也就是差不多台积电伫当地建设工人的1/4。为了解决欠工，台积电原来用代票4.7亿，计划扩展联合建设培训中心。台积电呢，可能也透过这个投资啊，想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呢表达一个善意，培训单位合作，而且甚至投资培训单位。就是要协助台积电解决缺工的问题。专家认为，台积电针对海外扩厂，未来可能会依照美国厂的模式，伫当地投资培训中心，补足人力无够的问题。不过，东西方因为企业文化无同，加班工时这个问题，恐惊原来会变做台积电管理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美国又个爆出校园的枪案。当地初六有人冲入去内华达大学的拉斯维加斯分校开枪，至少有3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因警方嘛证实，一个60多岁嫌犯已经死亡啊，而且这个嫌犯敢若阁是一个教授。到底是安怎要犯案，也搁要调查。
救护车处处就是看到的人惊甲小浪哭出来。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伫当地时间初六我中昼的时阵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前已经知影至少有3名受害者流弹死亡，也有1个人受重伤。People are scared now because every time you step on a college campus, there's shootings every single year now, and it's just getting scarier and scarier for us students. 警方由封锁线，连直升机拢出动，校园内艺术生拢总互撤离到安全的地点。警方表示，一名60多岁的嫌犯也已经死亡，也毋过无说明伊是防弹死还是自杀。There's no further threat. We do have one suspect down. Of course, we have no idea on the motive.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false information and tell you how many victims that we have, but we will be providing that update very, very shortly. 因为受到枪击的校园就伫拉斯维加斯大道以东无到3.2公里的所在，有2.5万名大学生加8000名是普班学生。安全起见，内华达大学的拉斯维加斯主校区加所有的分校区迄天全拢关起来，校际篮球赛暂停。美国总统拜登伫声明中指出，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已经加做上新一间受到枪击暴力恐吓的大学校园。敢若今年全美国都发生600多件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4万人死伫枪下。呼吁国会议员通过禁止攻击性武器甲大容量枪支阿嬷的禁令。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罗西亚参乌克兰正也未煞，罗西亚总统普廷初六去拜访沙烏地阿拉伯的领袖，讨论石油的合作，也有以下冲突和俄烏戰爭等等的議題。蘇解35戰鬥機護航，俄羅斯總統普廷隨後坐專機訪問波灣國家，第一站先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受到當地兩中的軍力歡迎。普廷也甲阿聯總統舉行會談，討論能源合作的問題。فإن الإمارات هي أكبر شريك تجاري خليجي لروسيا وأكبر مستثمر عربي فيها. 普廷講，俄羅斯甲阿聯攏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願意擴大兩國的合作。這是國際刑事法庭對普廷佇咧俄戰爭犯戰爭罪發出逮捕令以來，普廷罕見的出訪。但是阿聯甲沙地阿拉伯並無批准羅馬規約，所以無義務逮捕普廷。普廷要到沙國甲旺都沙爾曼就石油以下衝突一個俄戰爭舉行會談。За последние 7 лет, конечно,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иобрели, такое качество и такой уровень, достигли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оторого раньше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о. Но следующая встреч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в Москве. 因那 G7 七大工業國家集團的領袖，隨後甲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舉行視訊峰會。美國總統拜登佇咧會後講，伊希望國會趕緊通過對烏克蘭的援助，因為普廷若甲烏克蘭摕來了，袂就準拄線。Make no mistake, today's vote's going to be long remembered, and history's going to judge harshly those who turn their back on freedom's cause. We can't let Putin win. Say it again, we can't let Putin win. 美國計劃要宣布新一波1.75億美金對烏克蘭的援助，不過國會已經無啥講，所以拜登希望國會趕緊通過援助烏克蘭，若無普廷可能會摕到伊一直佇咧誤謀嘅上好嘅禮物。公司新聞陳偉林、張建光編譯。美國眾議院的前議長麥卡錫落台了後，即馬閣宣布年底會離開國會，以新的方式來替美國服務。即馬除了麥卡錫以外，紐約州的議員桑托斯嘛要離開。安尼共和黨明年佇咧國會，敢會當繼續佔多數優勢，看起來也有變數。It is time to pursue my passion in a new arena. While I'll be departing the Hous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fighting for this country that I love so much. 58歲加州資深眾議員麥卡錫，隨後宣布年底要離開國會，結束伊17年的國會工作。伊喺《華爾街日報》刊文中講，將會用新的方式為美國服務。Kevin has been a long and trusted friend, and we commend his long service and sacrifices for the House. And we wish him well in the next endeavor. I'm sad to see him go. 照加州的法律，麥卡錫離職了2禮拜內，由州長宣布補選，並且喺126到140天內舉行。麥卡錫講會鬥相共找新的候選人。麥卡錫18歲自議長的職位，互人罷免下台，因為伊支持一項避免政府關門，甲民主黨合作通過臨時開支法案。共和黨內面的極右派正不滿，提案甲伊罷免並且通過。
正在美国众议院234年来第一位被罢免的议长。伊少年时阵是一间卖食店的店长。2007年第一遍进入国会，伫咧众议院党内领导阶层一直爬起来。今年1月，伫咧共党议员的反对下，经过4天15轮，差不多讲会当正武力的投票了，总算当选众议院议长。这位也是美国总统第2顺位的继任者，伊帮助共和党伫2022年掌握众议院多数席位，议长案本来会当正紧就通过。麦卡锡正到竞选募款，也真有政治手段，不过党内极右派正无介意伊。这么离职了后，和共和党这么只敢剩221比213，小可较侪的多数党。明年是毋是有法度继续保持这种优势，正歹讲。尤其国会这么正全力伫咧避免政府在明年1月中的部分无法度运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英国嘅前首相强森去出席新冠疫情嘅调查听证会，伊承认上过看轻病毒嘅威胁，向大众来回释咧。强森嘛强调讲，因已经尽全力做甲上好来应对疫情。不过听证会期间，就在场嘅民众起抗议，场外冒死者嘅家属来要求爱追究责任。天也未光，英国前首相强森就到伦敦的听证会场地，连续2天，强森拢爱出席新冠疫情调查听证会。头一天议程进行差不多6点钟，强森一日开始先感谢医护甲公务员的付出，并且对大众回示咧。Me, the entire Whitehall establishment, scientific community included, our advisors included, that we underestimated the scale and the pace of the challenge. 新冠疫情夺走英国超过23万人的性命，是欧洲死亡人数上侪国家之一。英国也是欧洲这片封城时间上长、手段上严的国家之一。面对这个是不是因为上万封城才会致使疫情失控，强森除了做解说，情绪嘛捌激动后电。We have to be realistic about 2020, the whole year, that whole tragic year. We did lock down, but then it bounced back after we'd unlocked. Inevitably, we got some things wrong. I think we were doing our best at the time, given what we knew, given the information I had available to me at the time. I think we did our level best. 听证会进行过程，有伫边仔听的民众抗议闹场，互主席制止。会场外原有一寡染病死者家属，炸新人的相片来遮，替死者听袂到你的回息的这个标语来抗议，佮要求追究责任。It's insulting attitude to the vulnerable, to the poor, to the ill, to the elderly in this country. The elderly were treated as toxic waste. They should not have been left to die, often on their own in care homes. 调查显示，强森甲伊的顾问伫通讯软体对话内底充满一寡歹听话，暗过叫强森否认。伊讲消息内底这言辞只是回应咱人对疫情真大不安。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镜头转来看咱司法院定改法院的前院长李必道，因为定定对查某员工卡来手来，司法院认定性骚扰案成立。检察院嘛已经全票通过，甲李必道送定改法院来审理。2020年总统蔡英文主持新任政务官宣誓典礼，红线扣起来就是建立性骚扰争议的司法院定改法院前院长李必道，今年7月司法院认定性骚扰案成立，检察院全票通过弹劾，专案移送定改法院审理。检察院指出，李必道对部下 A 女1个月内有7遍有性意味的言辞甲行为，3月30日伫咧办公室，毋但趁机会冒受害者，所以卡车片啊，甚至讲正芳，也把敲电话表示爱意，相配骚扰。检察院伫咧询问时阵，李必道也个一直辩解，完全无后悔意思，所以通过弹劾。另外，监管被全票通过弹劾的，也有桃园地检署前候补检察官黄凌桥。检察官一定要有保护社会、保护被害人的意识，这句话我一直深深记在心里。黄凌桥不加同事在联合反贿选的底片，分享检察官的工作，但是检察院指出，黄凌桥去年公诉告庭几多遍换告，影响案件进行，连续2年职务评定无达到良好，无原因控制11天过4点钟。
而且不是申报加班时数，诈领加班费，虽监察院通过弹劾，专案移送职务反映心理，也和司法界形象变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伫咧立法院有举办公听会，希望会当减少校园对弱势族群的霸凌甲歧视。国教明表示，真侪弱势家庭的囡仔是真歹加入群体，受到霸凌的风险愈悬，应该要加强辅导。全高中嘛指出，除了辅导以外，应该安排专业的校安人力来处理霸凌的事件。去立法院参加反霸凌、反歧视公听会，台湾身心障碍者尊生活联盟理事长林君杰坐轮椅发声，伊讲希望立法院的无障碍设施会当做甲更较好，伫学校的直教学生会当更加受到众人的理解。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师或者是相关人员对于各障碍类别的障碍者的认识非常的有限。可能像坐在轮椅上的，大家都觉得都是一样，但其实坐在轮椅上的障碍者也有分很多不同的需求跟协助。其他老师对无同的身心障碍会当更加了解，身障学生可能是来自弱势家庭、原住民、新住民等等有侪种身份。民团认为，若是干那以单一的角度来面对，人力资源无整合，恐惊也是真恶适应，增加受到霸凌的风险。呼吁要去加强心理咨商的辅导，对一些不利处境当中心理或实际当中的支持。全高中表示，反霸凌、反歧视，因无反对参加演习甲宣导，但是这内容实际投入的资源到底有偌济？前几年我们可能有专辅教师也进来了，但未来我们在处理霸凌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校安人力可以协助学校一同来共同执行这个问题？处理霸凌事件需要更加侪专业的校安人力。全高中强调，这就更加需要靠亲属合作，嘛应该提供资源给家长，可以买当协助家己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昨初审通过咱头一部营养专法，也就是营养和健康饮食促进法的草案，希望会当提升健康食食的观念，其中嘛包含爱定期办营养调查、建立资料库等等。另外，嘛会针对食食营养相关的假消息，定出相当会当罚30万块。现代人工作无闲，差不多3顿拢伫外口食，暗过食的食物无一定健康，部分餐点的口味较油、较咸，嘛无法度顾虑到营养。为着强化民众饮食营养教育，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初审通过咱国头一个营养专法，希望会当提升民众健康饮食的观念。所有餐点你去看，它大概都青菜不太够啊，然后高钠啊，包括像牛肉面啊、烩饭啊、焗饭啊。大概都是这一类。卫福部国健署表示，营养加健康饮食促进法草案是国民健康饮食的基本法，也是国家的政策纲领。立法的重点包括定期办理营养调查，建立食品营养成分的资料库，拟定营养加饮食建议列出基准，也有辅导加奖励相关专业人员，以营造健康饮食支持环境。另外，针对无实在的营养也是健康消息，像讲伫社群媒体散布假的消息，若做查证是事实，安尼相关会罚加30万的罚款。举例像是长期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电解质不平衡，或者是慢性病患者错误饮食造成的这个疾病控制不良、电解质不平衡等，那这都是有一些如果担心是非正确的一个健康饮食的资讯。国健署讲，今年度已经编列1.2亿的预算来推广健康饮食，明年要搁扩增到2.3亿。目前全国有43个社区营养中心，预定明年社区营养师会为即马的64个扩编到120个。希望立法院这个会期会当顺利3审通过营养专法。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正前宣布，部分违规停车的情形，共款爱罚钱，只是暂时唔免记点。不过嘛是引起民众抗议，讲无地通停车。所以，即马交通部佮再修改政策，讲要互地方政府家己决定，敢会当开放停车卡互人停车，只要留1公尺半的空间互人行就会使。即马即个措施嘛已经发文互各地。停车奥多摆停价满版，甚至是停价落去。伫即马贵人市政府即个开放特定路段的停车卡会当停奥多摆，不过骑奥多摆人讲，有人声真正是无所在通停。卖停是较好看，对，啊，毋过伊就要。无所在伊就停啊，哪有法度？开放啥？你要拼经济吼，你就要有所在通停。
拢会使啦，没有两全其美的啦。尤其是我市场的所在，唔那是歹停车，抑个一寡搭伫咧送货，敢若是行路要过就袂啥会当过。交通部伫最近宣布暂缓顶仔卡停车违规记点，不过依然爱罚款。但是考虑到城乡的差距，搁再度修正，授权地方政府家己看所在，看是毋是要开放顶仔卡停车。为着要确保行路人的路权，只要留1公尺半的空间，顶仔卡就当停车。骑楼要放汽车，你要像前面那边有放那个白线格子，对不对？比较整齐。我们发函，大家可以弹性处理哈，尤其一些次要的干道了哈。如果这个可以留下行人的空间，然后也需要整顿一段时间哈，那我们是建议这个部分就是让民众可以去停车。交通部伫最近也发文予各地方政府，提醒伫咧整顿顶仔卡时阵，爱考虑民众停车的需求。伫各地为黄线临时停车位配套措施完成了，会搁再进一步讨论相关的记点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西门医院车和人是拢真济，不过青红灯线设计了有问题，互人和奥多摆同时阵做伙行，实在是真危险。即马交通局就打算要针对过路人来设计青红灯，甲车拢总动落来了后，才互人安全行过医院。60秒的绿灯，行人，这也是不降速的哦。这些机车是不降速的，因为对向这里是绿灯，前面这边是绿灯。迄年行伫西门医院，准备行斑马线到对向去，不过同一边的地形号志线嘛是绿灯。当我倒摆进入医院外环道的时阵，迄年要行过斑马线过马路，实在是真困难。设计蛮有疑虑，因为它会变说车子要右转，我们行人要看车，然后车子又不一定会让，因为他们车子的路口是正确的，它可能会有死角看不到。你觉得这个号志设置的有没有一点问题？有。常常都有瑕疵。机车的绿灯跟我们行人是同一个方式的，所以当过去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危险，因为机车它过来的方向，它可能会看不到行人。徛伫路口往医院看，大大个是牌顶面写着基慢车会当红灯正弯，嘛就是讲这个路口，因为奥多摆技术只会使行外环道入面医院，因此无需要停等红灯或者是绿灯，佮加上转弯的路口空间伤细，奥多摆技术若是骑上紧来转弯，迄年实在是真危险。为此，台南市交通局嘛表示，就会针对迄年号志做迄年早开。目前我们会针对路口圆环的所有的行人号志做行人早开的部分。让行人可以优先先行，让车辆可以有一个示警的动作。台南旧社区总共有7个医院，长久以来入面外环道拢会使红灯正弯，但是嘛有一寡所在改做禁止红灯正弯，尤其是部案规定无统一，造成混乱。加上这次又搁出现迄年无法度行斑马线的状况，公部门嘛赶紧研议新规，保障行人的安全。记者郑训台报道。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一礼拜内就发生2件车祸死亡，拢是大型车去弄到基慢车。桃市警察局统计，11月拢总发生17件车祸死亡，大型车就占35%，主要拢是因为有死角甲内电差，所以呼吁大型车驾驶就要加注意，民众嘛要保持安全距离。伫这个月初日，桃园中立区中华路有一位女子骑脚踏车经过路口要倒弯，和后壁一台拄叮当的大货车滚入去车底，不幸死亡。无到1礼拜，初时伫同一个路段附近，又搁发生连结车驾驶车拄叮当。机弄到共向一台普通的重型机车，造成奥多摆载伫后边的乘客不幸死亡。真侪人这么看到大台车，拢真惊。有点心惊胆跳这样子，避免并排，把并排进行那个并排前进，或者是转弯的时候，会远离一下。闪远一点啊。会担心吗？离远一点就好了。根据桃园市政府警察局统计。11个总共发生17件民众发生交通事故，24点钟久内死亡的案件，其中牵涉到大型车有6件，差不多占35%。主要原因拢是甲大台车开的时阵有死角，也有内轮差有关系。车体较大，四周易产生视线死角，与其并行，容易因气流而遭卷入。另外，转弯时亦会产生内轮差现象。
等机慢车骑士发现时，已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盲区。交通大队讲，透过速度甲违规样态管理来防止这种意外。今年到即马就已经举发大型车违规超过2万件。除了呼吁大型车的驾驶伫经过路口时阵速度较慢咧，车拄要震动抑个驶弯的时阵，一定要确实回头去看，再一遍确认，提醒民众，不管是开车、骑奥多摆、骑脚踏车，抑个行路，若看到大台车，莫伤快，上好离较远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天气变冷，山顶的水汽嘛有够，雪山从早起开始落今年头一场雪，这积雪即马嘛已经有10公分高。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目前雪山冰岛有未少积雪，登山步道嘛有可能会结冰会出，呼吁民众若有要去爬山，就要特别注意。另外嘛，提醒大家，每年正月初2到3月底，拢有实施雪季入园登山管理。民众若要上山，雪链这寡装备就一定要穿好条。再来看依照渔港法，港区袂当摆搭。不过，依然大溪渔港也是有真侪渔民伫遐咧卖鱼啊，嘛毋管渔会管理，所以即马县府就要求这渔民家己成立管理协会来定办法，若无明年就要甲这违规摆搭的隆重赶走。不过目前这管理办法也无共识。民众到宜兰大溪渔港买新鲜的海产，这摆伫港区内的贩仔拢是自产自销渔民，也毋过以渔港法规定，大溪渔港禁止摆搭。县政府最近去看到引起渔民的反弹，认为鱼货伫渔港边仔卖较方便，人客看了会感觉新鲜，较愿意买。港口卖鱼比较方便一点啊。怎么说？啊？怎么说？比较好像都客人看到好像很新鲜啊。就是说水费什么费，他们可能是有明细出来，可是有的人可能没有看清楚啦，误认为会多收钱啦。渔民希望对渔港安怎管、水费、清洁费安怎收，县政府应该给渔民一寡时间。县政府伫2008年依照渔港法公告，大溪渔港禁止摆搭，都把给渔民反弹。经过多年的协调，2017年由渔会订定管理办法，管理自产自销贩仔，也毋过部分渔民不满渔会管理模式。今年3月，渔会废除管理办法，结束管理渔港。县府辅导当地摆搭渔民成立自主管理协会，管理办法安怎定，到大家拢无共识。因为没有一个管理的状态，就是会造成码头面环境的脏乱，那包括港区的安全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县政府表示，那当地渔民会当妥善自主管理，除了对当地环境有利，更加对县政府向渔业署争取经费建设大溪渔港有帮助。已经给渔民时间，希望伫明年元旦进前，管理办法会当顺利订定。那么会强调，以渔港法程度违法犯仔，目前已经积极甲渔民沟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火车站周边因为改建的工程、商圈转移等等，渐渐咧衰微。虽然市府有咧推动改造转型，不过因为附近的车位伤少，人歹停车就唔来，这些店头嘛拢陆续撤走。交通部和高雄市府表示，因会伫咧高雄火车站附近加划车位，嘛会推出大型的行销计划来吸引人客。来到建国甲中山路口边就是高雄火车站，路口车真多，附近商圈煞无啥物人。随着铁路地下化工程，这种状况已经有大约20档，店家无生意，陆续退租，就算出租降7成，也是无人租。租不出去也卖不出去，因为我们都有上591跟那个都就比较不好租啦。中山路林荫道横拓宽大约3公尺，市府今年推动高雄表参道计划，要改造车站车头环境，进行商圈，但建国路甲中山路拢挂着林荫道顶仔卡袂使停车的标志。以中山客车站路段来讲，单边机车价无到10个，歹停车后民众无愿意来。商家都搬走了，没有办法生存啊！除了说你房屋自己的，不然你没有办法生存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政府在这一点应该用一点心力。无人环境对恶化，袂少家友民众乱弹粪扫。店家居民初七出面，希望政府看到因的困难。透早交通部长王国材、几个立委甲高市府单位，到火车站时早，嘛答应会增加车位，协助商圈行销。交通部预计要补助500万，来作为相关商圈的一个
推销以及观光的一个促销的活动。考虑这个商圈的需要跟民众的需要，目前我们已经给规划完成了，在周边的一些横向道路，包括河南、河北、八德、大同等等之类的，也大概规划200多个，来提供这些商圈来消费的民众使用。交通部表示，除了火车站会增加600几个车位，嘛会配合市府伫车站附近放出代替用地做停车场，希望伫火车站改建完成了缓解停车的问题。记者陈环宇、柯建准高雄报道。来看高雄市65岁以上的老大人已经超过50万人啊！不过有议员就表示，高雄超过8成的公园拢无便所，互老大人无方便，就无意愿出门来行搭。公园处就表示讲，因会阁评估增加公共便所。一透早伫凤山高雄市议会边仔公园，有长辈当咧分乐器，嘛有人做观众欣赏演奏。来公园已经真做因逐天生活。不过问题是，这个公园无便所。长辈反映讲，家己眠会有啊，来公园运动差不多2-3点钟，就要返去厝内放尿，真无方便。我退休啊，伫遮公园拢伫公园活动，所以若有迄个互阮方便哦，阮非常的感谢。早桥人拢早茶来滚起来啉，啉了啊你一定要有便所咧放啊，对无？无便所真正无方便啦。台湾搁2冬就进入超高龄社会，目前高雄市65岁以上有50万外人。根据统计，高雄市有800外公园，有便所的干那142个，无到2成。议员伫总质询要求市府爱重视。公园处表示，因为市地公共便所爱考量到边仔敢有住户，若是社区小公园无遮尔侪人使用，就袂适地便所。这无方便的状况，发生迄个状况1遍2遍，所有的长辈时代话年岁较有的。应该渐渐无爱搁去公园。住家对公园里面设置公厕，会不会造成一个环境的问题，还是说有一些治安的问题？他们会顾忌会比较多。目前干部局当咧盘点全市公园，公园处嘛表示，未来因后续会评估公园面积甲使用率，嘛针对便所敢有适合长辈使用，照顾到使用者的身体需求。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来自日本的香港抗争艺术团队举办头一届香港自由艺术奖，巡回头一站就办伫咧咱台北，展出香港的创作者透过艺术来表达对自由的愿望。创作自由无罪，创作自由无罪，言论自由无罪。来自日本的香港抗争艺术团队办第一届香港自由艺术奖，世界巡回第一站竟伫台北济南教会办10港艺展览。互伫海外的香港创作者透过艺术来表达因对自由的愿望。艺术作为表达个人情感还有反抗的武器，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有一天，这些作品不但在海外，但是可以回到香港。中国这个集权的扩张，它对于人权的打压。当然不会只限于香港境内，更不是只针对香港人的。那包括台湾人在内，包括日本人在内，我们都是在同一个阵线上。正说伫2月铁丝网之间的碰，不过也是引起警示的声音，用立体艺术作品代表香港人目前的处境，或者是用相片、影片甲图，呈现对香港的思念。然后这种方法就是一种。在街头。伫最近宣布流亡加拿大，和港府下令重新追捕的前香港政治成员周庭，伫接受 NHK 专访时阵讲，伊正担心中国伫全世界部署的秘密警察，对于家己的人身安全，伊感到正不安。即马移居伫日本的香港前区议员叶金良讲，伊有这种感受。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就是在日本办展览的时候，中共就是说用很多的方法，就是要去监视我们，一定会有这个担忧。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叶建良也讲到，伫最近一个和香港政府判刑的反送中示威者，伫电视上被认罪，想要和香港人唔敢发出声音。所以呼吁海内外支持民主自由的人士，应该继续关心，做伙团结，为香港发出声音。记者综合报道。要经历美丽岛事件的总统府资政姚嘉文，今日发表伊的新册《第一法庭》，描写威权时代打压台湾民主运动的历史。
同款也经历过美丽岛事件的监察院长陈菊冒去介绍听，希望台湾人会当透过这本册了解民主自由的珍贵。经典的黑白相片是美丽岛事件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7个被告当中的其中一人，总统府主席姚嘉文，现在是以这张相片做封面，写出第一法庭这本册，记录蒋经权和联合国取消中国代表权了后，打压台湾民主运动、压制台独运动的迄段历史。这本书写的是蒋政权的最后挣扎。其实大家都很怕蒋总，其实蒋总很怕我们，因为蒋总他可以判断说，台湾的民主运动起来了。海内外的台独运动起来的，他要怎么阻挡？就设这个叫第一法庭。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也是监察院长陈菊，也到新册发表现场表达支持。陈菊伫美丽岛事件也经历过军法大审，伊看到第一法庭感受是真深。我看内底足侪事件，我拢有参与，即摆有参与过这个过程，佫会当有。讲话发声，事实上也无真侪人。桥仔头事件、美丽岛事件等等，我看到第一法庭，我实在是感触真深。这拢是台湾人追求自由民主这个过程内底，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记录。陈菊讲，册当中写到的一个历史事件，需要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知影，让后辈知影民主自由的珍贵。姚嘉文讲，这摆新册有国史馆提供资料，历史教授李福正等等人士帮赞，望用全面的观点，让大家了解台湾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台湾今年逼出真侪件Me Too事件，才总算推动性平3法的修法甲三读通过。12月初10就是国际人权日，有真侪妇女团体甲民间团体今仔日就举行记者会，呼吁总统的参选人要提出全面防治性别暴力的证件。自今年5月开始，Me Too事件直直逼出来，真侪受性骚扰、性暴力伤害的被害者勇敢站出来，讲出因的创伤，才总算推出性平3法的修法三读通过。不过，侪关注性暴力议题的民团指出，目前的政策无够全面，呼吁政府和总统候选人未来要设立性别暴力防治办公室和电库，来研究国家政策，提出防治计划等等。在实务上，互相彼此切割的非常厉害哈。那比如说，就是这是某某部会的事情，这个不会是我们部会管辖的一些事项。因此，我们希望成立的这个国家防治的这个办公室，它需要具备什么？需要具备的是跨部会的协调的能力。连关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愈来愈复杂，所谓性暴力的案件嘛增加真多。根据卫福部公布的儿少性剥削案件统计，这3年平均有7成的案件是透过网络发生的，包括网络拐骗性影像、性侵害、散布美味性影像等等。民团要求政府要投入预算和人力来保护儿少权益。犯罪集团它可能是一个跨国性的一个集团，所以其实在这个性影像案件的犯罪侦查上面，也非常需要这个国际的合作、国际的连结。那缺少一个这个专责单位的时候，其实它就没有办法发展一个稳定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那也容易使得不管是性剥削的犯罪，或是为性暴力的犯罪的这个查缉被边缘化。指控指出，总统大选的时间已经愈来愈晚，民团要求各总统候选人应该要提出防治性暴力的相关证件，嘛着承诺当选了后提关性暴力的防治经费和资源，来推动国家级的防治政策。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筋骨酸痛是真歹治，放咧不管可能会引起愈严重的发炎。中医师就表示，即马透过传统的针灸技术，结合现代医学的手术刀啊，用这款合作小尖刀的疗法，只要几分钟，就会当改善酸痛的问题，唔免动手术。用设备点出穴位，再搁进行消毒，再来利用小尖刀插入穴道，拨开软组织的黏膜病变，短几分钟就会当有效解决颔棍的痛痛。抑个这个68岁郑先生，正手定定夹袂起来，经过西医诊断是肩胛的短细筋膜炎。虽然有福建嘛有食药啊，不过也是定定的痛痛。这样子举的时候旋转都会痛，吃了很多药，贴了很多那个药布吼，那今年又复发了。歹治疗的软组织损伤，也是动静的筋骨关节疾病，伫中西医整合介入，会当有加强医疗效。
中医师是讲，甲传统医学的针具的针，甲现代医学的手术刀结合做小针刀疗法，是融合两个的特色甲原理，会当剥离筋肉、神经、血管中央软组织小黏的病变。原则上就在肌痛点去松解，效果在一般单纯的筋膜病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那针灸是穴位的反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机转，可是在中国2000年前，《黄帝内经》就有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中医师表示，小针刀对一般急快的肌腱炎、心经痛，也是疗效无好的长期酸痛、慢性痛痛，拢有特殊的疗效。为2000年至2021年，小针刀的文献有2000多篇，一届敢若针一个，就会当短时间重新改善血液循环，也加筋骨的痛痛，提升咱的生活品质，互病患免受手术治疗的艰苦。记者综合报道。由国科会补助制作的网格吉瓦斯爱科学，即马要推出第4季。这回会个增加分享陆界顶顶史的原住民族群的文化，会个加上太空科学知识，希望会当促进囡仔对学习的兴趣。我想坐在冰都海上面弹拉豆，不行。想要为思念的亲人弹奏钢琴，伫地球会使，按过上太空却袂使。在太空里没有空气，也没有其他东西当做介质，自然也就没有办法传递声音了。用布农族的钢琴文化来表达太空中安怎传达声音。当我们要做一个科学传播动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文化、科学能够做对话？什么地方可以听到钢琴的声音？而太空里面为什么听不到？所以其实小小的秘诀应该是说，我跟我的团队，我们不断的在问为什么。吉瓦斯爱科学系列动画来到第4季，加原住民文化加相关的科学知识带上太空。除了布农族的钢琴加声音传播连接，也佮有电干路加太空站的干路仪、太空建造这主题表现。正优的动画搭配原民文化加科学知识，还未正式上市，就已经得到国际49项影展大奖。过去已经做了10年这样的一个计划，有不同的产品出来。那未来呢，我们会持续根据在国际上面很重要的一些科学的发展，结合我们的产业，我们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大概2年，每个计划2年的一个影视的一个合作。那就是希望可以用大家都可以了解的语言，然后放在生活里面。加专业甲艰难的科学知识，用简单的影音故事说明。目标族群设定在中小学的阶段，希望也当引起儿童少年对科学的兴趣甲好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罗西亚这几天当咧大寒，莫斯科落大雪，一天的雪会当积超过35公分。因那萨哈共和国气温嘛正罕得降到零下58度，遮尔寒，亲像是天然的冷冻库同款，物件隆重结冰。罗西亚萨哈共和国伫西伯利亚东北边。初5低温有甲摄氏零下58度，比前一天搁较低。规个城市气候一烟搁一烟的雪甲雾打掉咧。街路两边边的积雪是足真高，过路人穿袖仔包甲密密，才讲2句仔话尔，喙手就随结霜。Мне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 ощущениям не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я хорошо подготовился и купил хорошую одежду правильную. Вот. Если бы я не готовился, приехал как обычный турист, там, в чем хожу в Астрахани, допустим, здесь бы я тут же замерз, там буквально за 10 минут, наверное. 来遮体验极度低温的游客，虽然阮趁手机伫咧超低温的环境之下无法度正常运作，不过也是真欢喜会当体验零下50度的滋味。伫这款的气温之下，市仔的鱼贩卖鱼仔全部拢冻甲电酷酷，卖属是天然的冰毒。伫当地已经住45年的民众讲，早就已经惯习撒哈寒冷的天气，而且真正穿的少的衫有影真重要。Конечно, холодно, но, как еще в школе говорили по-английски, no bad season, то есть нет плохой погоды. Надо такую качественную, подходящую одежду, чтобы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а погоде, и все тогда нормально будет. 这几年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撒哈较少出现零下50度的低温，永冻站嘛真罕见出现冰洋期的现象。一个到12月天，撒哈阁测到零下50度的气温，初4暗熊降5度，比首府阁较北边的奥伊比亚空，初5测到零下58度。气象预报讲，受到湿度甲透风的影响，室外体感的温度甚至有甲零下63度。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天气报你知，咱今仔日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的天气由原有较凉，西半部早暗温差会较大，提醒大家出门要加掀一领衫。另外，恒春半岛甲外岛地区会透9级至10级的强阵风，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再回来关心下半部，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7度至24度，中部地区18度至26度，南部地区21度至28度，东部地区18度至24度。外岛地区17度至2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